马可福音第3章，耶稣搁入去会堂，伫遐有一个一只手揢去的人，有一寡人在长等，看耶稣伫安息日为甲这个人医治也未，通甲伊告。耶稣对迄个手揢去的人讲：“来中午食。”然后伊问证人：“伫安息日做好事，还是做歹事？救性命，还是害性命？倒一项下律法？”因拢点点。耶稣生气，一个一个甲因看，为着因的疑心忧伤，就对迄个人讲：“手伸出来。”伊手伸出来就复原。也会法利赛派的人就离开会堂，随时甲希律党的人斗阵计谋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甲伊害死。耶稣甲门徒退去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加利利人缀伊去，阁有一大群人听到耶稣所做的代志，对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麦、约旦河东岸以及泰尼、甲西顿周围来找伊，因为人真多，耶稣吩咐门徒，甲伊准备一只船，才免互人甲伊拐变去。因为耶稣捌医好真多病人，所以所有的病人拢快活来要甲伊摸。遐个邪神一个看到耶稣，就拍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喊：“你是上帝的囝！”耶稣严严命令因，唔通对人公开讲起伊的代志。耶稣上山，召集伊所喜爱的人，因就来。以色列12人，请因做使徒，是要互因甲伊做伙，搁找因去传道，嘛互因有权柄赶鬼。伊所任命的12人，就是西门。耶稣甲伊叫做彼得，西庇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小弟约翰。耶稣甲伊叫做半年期，意思是雷公仔囝。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阿列菲的囝雅各、达太、激进党员西门，甲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。耶稣转去厝里，有一群人搁煮一碗来。耶稣甲门徒刷连饭都袂搁得食。伊的亲人听到这个代志，就出来要甲伊制压，因为有人讲伊精神失常。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讲，伊是互别西卜附身，靠鬼王在赶鬼。耶稣叫因来，用譬如对因讲：撒旦哪会赶撒旦？国家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国家就徛袂牢；家庭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家庭嘛徛袂牢。撒旦若家己攻击纷争，伊就徛袂牢，一定会灭亡。无人会当入去勇士的厝，抢伊的财物，就先甲伊绑起来，才会当劫伊的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讲什么放毒的话，拢会得到赦免。毋过无论什么人亵渎圣神，永远袂得到赦免，伊是犯着永远的罪。耶稣讲这个话，是因为因讲，伊互邪神附身。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，徛伫外面，找人去叫伊。有一群人坐伫耶稣周围，有人甲伊讲：你看，你的老母甲你的小弟小妹伫外面要找你。耶稣应讲：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？然后伊对坐伫周围的人，一个一个甲因看，讲：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伫遮，是行上帝旨意即个人，才是我的兄弟、姊妹甲老母。